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含大家做伙来拍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生活中嘛常常讲会到，这日读做抹，这个抹就扫轻轻啊灰的意思，像咱讲抹粉抹药啊。另外，这个抹嘛有刮的意思，像咱讲刮阿门头，嘛有人讲是抹阿门头。这个抹嘛有消掉的意思，像咱讲抹消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句俗谚语。头一句读做家己捧屎抹面，这个意思就是讲家己摕屎去糊面，这边哪有可能？原来这个意思就是讲家己见笑，家己互家己歹看。第二句读做一面抹壁双面光，代表讲你咧一面壁糊阿门头或者是石花，两面拢会当去食到光，代表讲真够做人，两边拢袂去得失到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句话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伊实在真够做人，一面抹壁双面光，本来想要替因两个人做公亲，结果两个人结个冤仇，伤过深，拢唔互伊面子，伊煞变做家己捧屎抹面，场面歹看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抹，提供互大家参考。